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陈雅纯。咱今仔日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风台山多里是继续咧变强，慢慢来接近咱台湾。目前暴风圈是已经来到恒春半岛。气象署表示，山多里可能会成做强烈风台，伊个拜三会对高雄、屏东这个地区登陆，这个可对华东地区过去是正罕见的落山，恐惊是会对东部、南部带来正大的风雨。气象署预告，伫咧拜二这时啊，这风雨是会集中伫咧南部，可能会上大水雨。因若台中到新竹是可能会穿高温。所以来拜二暗，风台上北，风雨会愈来愈大，范围愈来愈往北。拜三会全台湾风雨上大，南台湾恐惊是会透12级的强阵风，嘛佫会上大雨，所以提醒观众朋友得要注意防灾准备。绿岛已经有10级以上强阵风，雨是一阵一阵，海边风真头影真大，市区大路也真侪所在积水。中度风台山图尔中心来到牛乱皮南方海面上，速度又搁较慢，暴风圈已经吸到陆地。气象署发布大水雨特报，提醒恒春半岛甲高雄市、屏东县的山区严防大水雨，台东更加爱防范特大水雨才雨势。拜二开始，风台更加瓦近，华东甲恒春半岛雨搁较大，南部地区风雨是愈暗愈明显。拜三风台中心由南部登陆，南台湾风真头雨真大，北部地区风雨会逐渐明显。拜是风台北移，北部爱防大水雨。在2号这段期间，如果早上8点，它台风位置在台湾西南近海这个地方，南部地区降雨依旧都是比较持续的。台风因为还在西南侧的位置，所以它带来南风、西南风的影响，这样的风力还有这样的降雨，会对南部地区带来比较明显的影响，请大家特别注意。气象署预测，风台登陆时可能已经是强烈的风台，结果无受到破坏，对南部地区影响是真大。天气分析师讲，山图风台只能受到2股高压势力的影响，位在岸现场，速度慢而且无确定性，上可能是离高雄到屏东中间登陆。看这气象署有记录以来，经过8次海峡，接过势头，全部登陆高屏中间的中度风台等级以上风台，只有1977年的塞鲁马风台，也过塞鲁马同时沿西部北上对台中出海，沿途结果拢无受到破坏。一摆山图风台登陆了后，会受过压开引往东北对宜兰花莲中间出海，伫弄到中央山脉了后，可能快速减弱。台风从南部的沿岸登陆的个案其实非常的少，那它这样直接撞进来，其实没有任何屏障的话，风雨的状况应该会非常的大，尤其是在登陆点的附近。目前大概预估是在高雄、屏东这一带。分析师提醒，风台路径比前一天偏西了后，估计影响上严重的会是南部地区甲华东地区。因若拜三是全台风雨拢真明显的一天，拜是风台离开了后，转来东北季风报道，北部甲东北部天气开始明显转凉。记者综合报道。风台瓦近，即马伫咧苏花公路，搁再有土石放落来，全面封路，而且嘛影响到铁路北回线、南回线是拢停驶。就连要对台北飞去东部的航班嘛是高不中，就来飞转来松山机场。因为伫咧花莲真侪山区的居民是拢开始以风行铁路，海巡的人员嘛加强岸边的巡逻管控。土石崩塌情形。土石搁放落来，伫水底崩坑外口、南北口拢有落石，一度有8车14人掉伫崩坑内底，加在现场是无人受伤。不过因即个苏花路拢开，一直有土石流，苏花公路赶紧封闭起来。我6点来的，拼运气吧，看可不可以过。大细车真侪台拢徛伫个从德管制站，当期还赶紧抢修，早起有底站放车过，也毋过风台即边来啊，公路桥起有安全，30点到12点全面封闭。苏澳公路这一波的封路就是有可能就会一直持续到2号。苏花路拢路袂通，因为即个铁路运输要土石落落来，东西正线铁基路拢互土石砍掉咧。那北回线暂停无开，南回线列车也伫30下晡3点了停开，也互台东的车站规台头前拢是旅客，要抢伫最后一班车要开进前，赶紧坐上车。我12点多就赶快来看能不能在3点以前买到票，这样，然后都没有票了，也没有站票。我3号的飞机要出国，所以我必须赶快回去台北。铁公路的运输大乱，飞行机起工也受状况，就一班对台北飞往东部的航班，伫起飞了后，受到天气的因素，只好搁飞转去松山机场。
对着东部的交通问题，交通部也启动空运来试运，协调民航局来加开班机，台北甲花莲来回加一班。严过风台这边来啊，除了交通受到冲击，山顶部路民众安全也袂使忽视。你现在已经撤离到朋友家了吗？大家逐号来问，就惊村民留伫厝内底。花莲市部路拢成铁村，像是各营里，更加派出警察陪同，要求强制来配合。秀林乡公所是申请国军校长协助，军也伫台兵。昨外花莲村民是暂时行落，收容伫和平村办公处。好不好？再拜托哈。1星，OK 1星哈。我花莲市有方面。下很大雨啊，就是我们就害怕啦，怕落石嘛。我们就是现在就在办公处啦。海鹰一直爬起来，那山区爱注意，海边嘛是爱注意。花莲七星潭入口已经甲封锁线围起来戒备，就惊有游客走入去。海巡人员更加伫现场加强管制。记者综合报道。受到风台3到2的影响，恒春半岛6个乡镇8日下晡是赶紧宣布停班停课，所以真侪家长是爱收护去到学校来接囡仔。另外，东流线的船帮伫咧8日下晡1点开始暂停营运2日，农民渔民嘛赶紧咧抢修做防灾准备。家长无风雨赶到学校接囡仔下课。山土尔风台看起来是真凶猛，暴风可伫30钟头左右已经吸到屏东恒春半岛陆地，带来真强风势。官府宣布6乡镇下晡停班停课。我唔敢客伤济啦，怕别人不够拿。抽水站的沙包无到3点钟已经互提走一半，公所另外也开货车来载，要送去较低所在的公家机关。东港部分的所在，若拄到风台大雨，也是大楼就淹水。除了沙包，镇公所也伫东龙宫的周边开淹水的所在来设抽水机。本身那个渔区的部分，也有那个已经定点式的那个抽水机。因为台风来期间，有时候会造成那个电路的断电，我们也会预设发电机。陆地风大雨淹水，海上航班是因为风影理解时间，东流线公营的交通船30日下晡7点开始全面停开，部分民营业者的买班船时间也有变动。10月初1、初2全面停开，太要全班业者赶紧把物资运往小琉球，民众也赶紧坐船回来。我原本就预计今天早上回来，只是我们又提前赶早一班的船搭回来。船只需要做那个靠泊的准备，所以我们会将末班船就是停驶。那今天航班其他的航运都是正常的。不过风台可能引发强风，也阁有真大雨量，探早起也未落雨。九如正所的农民赶紧甲鸡子园倒沙网，避免鸡子有风拍落。已经授粉啊，已经有做过啊。你台风来你不拉起来哈，伊安尼开机也无得等话。那正所的农民，万丹农民也赶紧出动，挂稻仔机来挂稻仔。风台要来啊！对官府甲民众拢严加防范，敢希望这灾情愈少愈好。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国内阁有啥物大代志？来看新北市进前的国中生，甲东澳台暗棍的这个杀人案，今仔日一审甲犯案的青少年判9年的刑期，伫边仔西人的少女是判8档的刑期。因为受害者的老爸是对这个判决结果无法度接受，强调一定会阁上诉。再来看国民党的高雄市议员黄孝庭涉嫌诈领助理费，昨黄孝庭返来台湾，虽互人带走去问话，落尾认定黄孝庭有逃亡串口金的记录，法院甲裁定羁押禁见。另外，国内10月电钱定案，民生用电维持无要起价，产业用电要起12.5%。不过，若是用电衰退超过5%，甲产值衰退15%以上的，就无要起价。平均是起到1度4.29块。对于10月16日开始实施，伊阁会当为咱的台电债务补贴150亿。也继续来关心到咱国际消息，讲到这以色列30时，搁再来空袭黎巴嫩的首都市中心，造成4个人死亡。这嘛是以色列18冬来头一届锁定贝鲁特来攻击。美国研判可能是以色列准备要来发动对黎巴嫩的地面战。针对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拒绝停火，美国的总统拜登是强调，伊会搁打电话来沟通，避免中东来全面爆发战争。上述炮炸以色列无人机也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市中心有名地标库拉12道口附近一个公寓，造成3个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领导人甲一个哈马斯领导人死亡。
这摆空袭也是以色列为1006年了后第一摆将炮火对准贝鲁特中心地带，也是去年10月7日以下冲突了后，以军第一摆攻击贝鲁特市中心。美国媒体 CNN 甲 ABC 引用美方官员的讲话指出，美方研判以军已经准备或者是一定发动有限的地面战来抢夺换以色列边境的真主党据点，不过无证据会发动大规模的入侵行动。And there is also talk in Israel very soon of moving in some sort of ground operation inside Lebanon. The big challenge to Israeli leaders, they do seem to have the upper hand on the military side of things. The big challenge now is to convert these successes on the battlefield into diplomatic achievements. 除了黎巴嫩以色列自教发动长条飞弹空袭也门反恐军青年运动伫个荷台达港口据点，造成4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以色列打击由伊朗伫背后支持的武装组织，为哈马斯、搞真主党加青年运动开展一条战线，就连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尼也接到情报，去安全地点闪避。以色列伫杀害包含纳斯拉勒至少3个真主党领袖了后无受伤，纳斯拉勒的接班人萨法丁也大大步出台面，继续对以色列发动报复反击。国际烦恼局面失控，伊朗甲以色列主要朋友美国拢会加入其中。美国总统拜登29就呼吁，要全面阻止中东的战火爆发。All-out war in the Middle East be avoided? It has to be. We really have to avoid it.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已经公开否认，包含美国甲法国在内提出伊犁停火21天提限。拜登强调，也搁一摆敲电话沟通。黎巴嫩卫生部指出，以色列过去2礼拜空袭已经造成1000多人死亡，6000多人受伤。黎巴嫩总理强调，若以色列继续发动空袭，因会负100万人有路无处。沙地外长30日联合国大会顶悬呼吁，国际社会有责任爱保护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同时全力维护区域和平。公司新闻警员庆编辑。那中东的局势严峻，中国对台湾的威胁嘛是直直扩大。美国总统拜登昨个批准对台湾提供5亿6700万美金的军援，授权予国务卿直接用美国的国防物资、甲军事训练等来协助台湾的防卫。军事专家就表示讲，美国这款做法就是来展现对台湾的约束。面对全球包括俄乌战争以巴冲突，抑个台海紧张关系，为了强化对盟友的协助，美国总统拜登4月份签署这份法案，并变做法律，通提供几60亿美金的协助予乌克兰、以色列抑个台湾。拜登29批准一项对台提供5.67亿美金，差不多代表180亿的军援案，授权国务卿一旦用军事物资、装备等协助台湾。那这次呢算是金额最大的哈，它也彰显对台湾地区的承诺哈，那也可以做给印太的盟友来看说，我美国的承诺是有效的。专家认为，军援装备包括无人机、通讯电子设备，抑个包括军事教育训练，嘛强调美国的做法显示对于台湾的承诺，嘛予印太盟友的鼓励。我们可以说都是因为台美的互信，它这无人机很可能是类似弹簧刀这一种的自杀攻击无人机，可以快速的提升台湾的防卫能力。面对外援的支持，台湾嘛持续强化面力。总统赖清德顶礼拜主持全社会防卫论政委员会头一场会议，讨论目标，充实包括替代役等40万兵力的训练甲运用，说好外界积极地培养民兵，以防台海战争。范围呢，大概有牵涉到3个法令，第一个是民防法，第二个是灾害防救法，第3个就是替代役的管理条例。所以民力的部分就是说，最主要的功能是维持我们社会跟政府的正常运作。内政部长刘世芳讲，无虾米40万民兵，民力是为了维持社会甲政府正常运作，以及卫生设备的防卫，最后才是支援军事勤务，这拢规范伫个民防法的条文内。记者综合报道。这回来看到日本自民党的新党魁石破茂，按算10月7日就要来接任日本的首相。所落来石破茂的党内报告是打算要找前首相菅义伟转来做副党魁，嘛要找麻生太郎来做最高顾问。另外，新内阁的名单放下要找前首相安倍晋三任内的防卫大臣中国元，搁来接任。进前，伊伫8月时阵，就捌和石破茂做伙来台湾访问，迄阵就表明要加强台日的关系，维护台湾的安全稳定。
因另外一位是对中国态度大抗的，嘛是安倍任内做过防卫大臣的严岳家，是打算要来做外务大臣。继续来关心风灾消息，强烈飓风海伦扫过美国的东南部，造成正大灾情。目前已经致死超过90个人无命，有270万户农庄失电，甚至因为电信基地台受损，有上百个人失联。另外，还有一个飓风约翰，一礼拜登陆墨西哥2届，引发水崩山，至少有造成16个人死亡。互强风吹倒的树仔，就直接降伫民家厝顶，2层楼高的民家2楼全毁，涂骹拢是砖瓦碎片，还佫停伫厝门口的汽车挡风玻璃，互树瓦降甲逼去。强烈风台海伦带来强风大雨，侵袭美国东南部地区，真侪民家拢毁掉。目前累计死亡人数已经超过90人，涂骹拢遭互强风吹倒去的树瓦甲树仔，开车经过民众都爱想办法驶过倒伫车路的大树，路边的电火条啊，完了互强风吹甲全部电做火，造成真侪州断电。根据统计，而家有超过270万的用户，规个拢黑暗。美国能源部是讲，目前也无复电的时间表，而且有超过100个民众，所以因为行动电信的基地台受损这种情况下，无法度甲亲友来报平安，甚至煞互人列作失踪的人口。Main issue is the electrical power because the whole town down, the traffic lights are out, so driving around, people should just stay home because all the traffic lights are out. 除了无电通用，海伦风台嘛造成燃料欠缺。伫南北卡有居民早起6点就出来加油，啊，毋过排队等3点钟才加着油。When you can't get gasoline, you can't go anywhere. You can't go buy nothing. It's just a scary feeling. 伫墨西哥民家拢浸伫水内，救援人员都爱坐救生艇甲受灾民众载去避难所，啊，阁有真侪居民吊伫断桥的另外一边等待救援。因为风台约翰伫一礼拜内2届伫墨西哥太平洋沿岸登陆，受到的所在出现大水河甲造大水，甚至引起土石流，至少造成16个人死亡。Necesitamos apoyo del gobierno, que nos presten una escalera más grande, que nos vengan a ayudar a regalarnos agua potable, agua de garrafón para regalarlas a la gente que está haciendo fila con este sol que está saliendo. 汽车带伫土内，居民用山条要甲挖出来，也佫有真侪居民伫有通门沟的车路要走退食物、加燃料，或者是等待救援。墨西哥政府是讲，因已经出动18000个士兵加救援人员协助民众撤离。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印度和尼泊尔最近是因为雨季嘛咧落大雨、做大水，已经有170个人死亡，其中至少有35个人是塞车伫咧高速公路，互水崩山活台。自一个厝顶跳到另外一个厝顶，为了要活命，民众就要把家己厝内厝顶挖一坑，向悬的所在爬起嚟。尼泊尔即马正拄好是黄霜啊雨季节，大水国家土石流变做致命的灾害。专家讲，气候变迁和天然灾害接发生，强度也变做更加严重。包括首都加德满都在内几条主要的高速公路拢塌掉的，也和全国其他地区的交通拢破解，而且经过时阵和土石流规个拢台掉的。虽然部一座卡球训练中心有96位卡球员死亡，也有人和溪水冲走去。卡多基伫咧现场挖要找罹难者的尸体，另外也救出超过3000人。यी सबै तीनवटै सुरक्षा संयन्त्र मिलेर एउटा समन्वयात्मक ढङ्गले हामीले काम गरिरहेका छौँ। हिजो मात्रै हामीले 14वटा डेड बडीहरू एक्सकेभेट गर्यौँ निकाल्यौँ। आज अहिले 13वटा बडीहरू निस्किसकेको अवस्था छ।水文甲气象部讲，这波黄霜啊雨威力正大，离北早起测到过去24点钟久内有14个地区监测站的雨量创纪录。加德满都机场也显示，迄当阵的雨量240毫米，是2002年以来新高。然后经过加德满都的巴格马蒂河，也有真侪条支流，溪水是川流甲规拢满出爆花，附近的名体甲车拢互水淹。有无讲雨会一直落到初日，不过离岛已经有小可较缓和。加德满都国内航班伫咧停36点钟久了，伫早起已经恢复运作。इस पंचायत में सैकड़ों घरों में पानी घुस चुका है, लोगों को खाने पर भी दिक्कत हो चुका है। मवेशी को लोग कई जगहों पर है कि रोड पे बांध के रखे हुए हैं। 根据气象预测，所落来几天可能会有正大的雷光雨。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
面对极端气候，防灾准备就愈重要。来看荷兰一间公司开发出一款树林做的管线，会当抽溪水起来灌水，这条管线贴碰起来，就亲像贴沙包共款，会当预防做水灾。而且等若烤完时阵，这管线内底水嘛会当搁漏出来用。这款技术是透过慈善基金会，伫咧帮助肯亚等等的非洲国家。肯亚的恩加雷纳罗克河今年5月落大雨做大水，民众就要冒险撩水。不过，即马有新的技术会当保护因的家园。这种5公尺长、1公尺宽、1公尺半悬的乌石洞墙叫做 Slam-Dam 大满贯爆花。内面水灌好满了，就变做敢若一个大型的沙包，白好板放伫咧岸边。做大水时阵会当把水挡掉的。Slam-Dam singekuwa nayo ile kuadhirika kwangu ningeadhirika. Nilikuwa naangalia value. Slam-Dam is a mobile flood barrier. In extreme events, when we are having floods, the water level will rise beyond this up to about 1 meter. So the Slam-Dams have been placed to raise the river bank by 1.5 meter. 恩杜鲁引导大的所在地势较低，就捌因为做大水规拢淹去。要有慈善团体提供这种闪电予伊，伊踩伫咧厝门口，若做大水时阵，会当把水引导到别个所在，袂留伊引导入去。而且因为内面是灌水，若是无落雨欠水的时阵，就让把内面的水抽出来用。Kuliko tumwage wakati tunataka kuweka hizi vitu kwa store. Kuliko tumwage, anachukua hii maji, ana pump kwa mboga. Sasa hiyo mboga yake inapata nafuu, inakuwa. 荷兰的业者所开发的 Slam-Dam， 每一个内面会当装8000公升的水，而且会当挡40吨，是开发中国家有法度负担的挡水的好方法。上大优点是一个伊的机动性，会当针对迄寡就要受灾的地区，用简单的能力就当正紧部署好势，免亲像去爆发遐尼开时间开钱。 伊即马已经伫咧奈及利亚、加布隆迪等一寡非洲的国家试过了，拢真成功。即马透过慈善基金会提供100个到肯亚，大家也真懊恼。肯亚今年3月到5月之间落大雨做大水，造成要加300人死亡，28万人无家可归，7万公顷的农作物被破坏，损失真严重。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译。 风台山道里继续咧变强，明仔载后日可能就是风雨上强的时阵。根据各地方政府的决策，宣布拜日停班停课的县市有台东县、台南市、高雄市、甲屏东县4个县市。上准确的消息也是要以各地方政府宣布的为准。提醒大家，要尽量唔通出门，要注意安全。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田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